天道地道，我自求我道。今仔日你若无甲我行我一个公道，我绝对要互你行入阴间道。阿囝，你啊，忽然讲我一句什么阴间道，恁边拢听无了？迄阴间道的意思，就是要互因死路一条啦。无采你伫黑道混遐尼久啊，你也敢甲人称呼做一个好道？好啦，你简单讲，就讲我知。安怎等真总诶，下官知。你嘛唔通遮无路用。安怎？但咱柜内面干那你一个查甫的有啦吼。你唔着去你甲因讲，看应该要安怎？下官遵命。歹势，董事长，下官是咧，讲正经的好斗大的，莫安尼啦。排骨大。哦，对啦对啦，排骨大好斗白啊。讲正经的歹势啦，等咱之间也无啥物有误会对无？啊嘛无啥物冤仇啊。啊，准讲若有话要讲吼，嘛大家好啊讲，莫安尼举即款的物件，安尼互大家吼歹看啦，无面子啦，对无？嘿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讲哦。我是堂堂一个5尺以上的查甫囝哦，今仔日我要争的就是一口气甲面子尔。我这世人上稀缺的就是水哦，伊搁甲我淹落海底，害我拄啊默默受。啊，阮老爸排骨大是伫咱这庄仔头有名望的人呢。啊，你看拄啊默默受，到尾我无面子，我面子要摕倒去哈？你唔通食唔收狗哦，你都会晓讲你5尺以上的，啊，阮是4尺狗啊，你举刀举手，你是唔是的？囝，应该讲啦，这江湖上的走跳爱讲正义，所有民主人啊，咧讲好啊，淡薄互人不要紧啦。好啦。互民主哦，用伊啊，若要互民主安尼简单，亲像伊较早叫我做的同款，跪在我面头前甲回失咧。好。是啊，你叫我跪在你面头前，甲你回信的，你真较歹的，我大小姐了，你变大家来变啊，虎怕虎。阿勇啊，莫安尼啦，代志会愈惹愈大啦。讲正经的啦，我这个工程我看我做袂成啊啦。变部董事长，我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处理啊？你实真无路用嘞！我啊，这也无看大家风火头当咧受气，大只歹讲话。啊，你甲带去店仔口遐，看是要去啉茶还是去啉烧酒？看咱这边应该都爱安怎，因才会欢喜，安尼也袂晓。有影吼。免带咧有影无影，我甲你讲吼，今仔日要甲回失的用哩。都一定爱甲我跪在面头前回失的，安尼代志煞也若无互你足歹看。无咯，当啊，倒弹的，拜托的啦，莫安尼啦，得搞唔正呢。阮知影讲你的面子真价值，是无价之宝，但是咱到这个所在歹讲啦，对无？来迄款呢，地道啊，看卖啉酒，也是要粉味的，也是要食什么菜，什么料理，用力，我一定甲你。下官知。来。你讲啥？你烧酒、粉味的好料理，对，事情我传，阮请，安尼这我做主，听我的道。阿囝，我来等你。无啦，唔是，爸，唔是，伊哦，来啦，爸，安尼哦。哎呦！要甲我惊心只呢，足歹。妈咪啊，住到这什么后所在，人为阮唔知唔是的人来跟着你找麻烦。你搁敢讲，这代志拢是你惹出来？好嘛，拢是我嘛，我等下在旁安尼都好。阿勇啊！两位老大人来，我敬你。讲正经的啦，这摆吼，阮董事长甲阮大小姐，互恁两个行一个正经大拢破去。我自从捌因吼，我进公司的食头，我唔捌看因行到迄个型的，正经行一个大破去，恁两个已经有够面子啊，以后莫阁为难因两个。是什么民主？安尼有什么民主？阮两个当作输啦哟。你上少无大间酒家，无嘛大间餐厅，摆桌啊较澎湃。啊，才叫甲来这第二关啊，哈，两领土豆就要甲阮摆平哦，袂当。对啊，人常伫咧讲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你普通时啊，都遐尼好讲话的人，今仔哦，这白甲遐臭情啊咧。嘿呐，都
哥哥，人伊是厝外人啊，你应该甲伊照顾，莫安尼老甲安尼歹看啦。对啦，红讲啦，对无？迄别人代志哦，咱来小可较吞润的吼，啊，就解决啦，对无？都无代志啊嘛。对啦，拜个大的啊，甲恁迄个芳岛的小讲一下，气较消一下，甲讲一下。好啦，哎，阿囝，恁下摆结果爱较好啦。比较囝生生爱好来好去。算讲人有甲咱民主啊，都有传一摊出来，刷帅安尼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今日是阮排骨大的伫咧出来讲情，要若无我绝对无要放你干休啊！我跟你讲，笑你。哎呀，你白咧讲啊，你搁真是啊诶，贵口搁比恁爸较早较少啊。唔是啊，无你真是要做兄弟哦。无啦，你算老爸啊，老爸当然比我较大，对唔对？啊，我生生叫你排骨大，无我叫你排骨细安尼，好无？嘛是有你啦，无安尼啦。你若感觉讲吼，这个所在吼，食了无够困，我倒来甲阮董事长吼，小请示一下。那阮董事答应吼，就办一桌安尼澎湃来请你。那讲安怎啦？哎呀，大声声。哦，你两个走来这，咱无甲我报告一下啦，害我呢找规半工拢找无。啥物代志爱我啦？啊，刚才阿坤啊，讲叫人来厝吼，叫你赶紧去找伊啦。阿坤啊！阿勇啊，小等下啦！哎呦，你嘛拜托咧，莫安尼娇滴滴。啊，真是妈妈安尼甲你讲规半工咧，你连一句都听袂入去。妈咪啊，毋是讲我不爱听你的话啦，这种所在我就对面搁再大咧，我若大咧我会起笑啦，我要等咱台北啊啦。哎呦，你你是要创啥的啦？要创啥？鸡胎团。妈咪啊！哎呦，恁这破少年好脚好手，安尼唔拖唔弹，大家安尼是要创啥？哈？要创啥？去！爸，不要，这细摊互你，大摊才互我。哦，我少年，你咱无通听，我拜过呢。啊，你来这个所在了，乌白来，无你倒是甲谁咧讲？你讲靠背啊！你真是甲要挂着。